弟兄姊妹，你哋好。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嘅聖經人物係聖母瑪利亞。喺開始之前，我希望大家同我作一個祈禱。我哋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慈愛嘅天父，感謝你賜俾我哋聖母瑪利亞，使佢成為救主耶穌嘅母親，亦都成為教會嘅母親。求你派遣聖神開啟我哋嘅心，使我哋喺今日嘅分享當中更深嘅認識瑪利亞嘅信德、謙卑、順服同埋愛德，亦都願我哋喺今日嘅學習當中增進對基督嘅愛，並以更堅定嘅信德走喺天主所指引嘅道路上邊。以上所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哋嘅祈禱，阿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喺分享文章之前，我想同大家去講一講呢個文章嘅引言先。瑪利亞喺基督救恩嘅計劃當中佔有一個非常重要而且尊貴嘅地位。教會深信瑪利亞唔單止係一位品德高尚、信德卓越嘅女子，更加係天主親自揀選，讓救主藉住佢降生於世。由於瑪利亞所生嘅耶穌基督，雖然按人性呢係由瑪利亞而生，不過喺基督本身個位格裏邊呢，佢係真天主真人，係天主聖父嘅永生之子，因此教會就稱瑪利亞為天主之母咯。因住基督救贖嘅功勞，係基督救贖嘅功勞，天主就以一種特殊嘅恩寵喺瑪利亞本人受孕嘅第一刻，保守佢免受原罪嘅污染。呢一端真理就係此胎無染原罪。佢一生中於天主嘅恩寵，始終保持聖潔，從未犯過任何嘅本罪，完全回應咗天主對佢嘅召叫。為咗幫助我哋信徒更深入理解瑪利亞喺救恩當中個身份同埋佢嘅使命呢，教會係以多個富有神學意義嘅稱號嚟稱呼佢嘅，例如天主之母啦、終身童貞榮福瑪利亞啦、新厄娃咁。呢啲稱號並非係為咗要神化佢或者浪漫化佢，而係要彰顯佢同基督救贖嘅奧蹟之間嗰份密不可分嘅關係。佢唔僅曾以童貞之身懷孕並且誕生救主，佢更加係終身保持童貞，將自己毫無保留咁樣交託俾天主。當佢完成在世嘅旅程之後呢，教會相信佢係被提升天嘅，靈魂同肉身都一同分享基督復活嘅榮耀。瑪利亞被提升天，不但係要彰顯咗天主喺佢身上所完成嘅救恩工程，亦都預示咗整個教會將來喺末日復活嘅時候所要分享到嘅光榮，咁就成為咗全體信徒終極嗰個希望嘅先聲。因此瑪利亞確係天上榮耀嘅慈母。身為佢喺地上邊嘅子女呢，我哋唔應該只係喺瞻禮或者節日嘅時候先想起佢，更應該細讀佢個生命，默想佢嘅信德、謙卑、順服咁樣，學習佢全心信賴天主嘅榜樣，並時時喺祈禱當中懇求佢為我哋轉禱，使我哋更加親近基督。教會亦都提醒我哋，瑪利亞喺受造物當中呢，享有最高而且獨特嘅地位。佢係完全
從屬於基督，並且與所有嘅信友係極其親近。意思即係話佢係享有即係受造物當中啦，享有最高嘅位置，最獨特嘅位置。不過佢亦都係與我哋信友咧極其親近。佢慈母般嘅代禱啊，係真實而且有效咁幫助我哋。然而我哋要知道嘅就係佢一切嘅代禱嘅能力，完全係來自基督啦，依靠基督啦，亦都始終係指向基督。佢絲毫唔會削弱、取代或者甚至乎係增加基督身為唯一中保嗰份嘅尊嚴同埋救恩嘅效能啊！因此真正嘅聖母敬禮咧，絕唔係停留喺對瑪利亞個人嗰個情感或者尊崇嘅裏邊，而係引領我哋更深咁樣進入到基督救恩嘅奧蹟。瑪利亞並非我哋信仰最終嗰個嘅歸向，因為佢一生其實始終都係指向基督，亦都不斷引領我哋走向基督。因此，真正嘅聖母敬禮必然係會引起人更深咁樣認識啦、愛慕啦，同埋跟隨耶穌基督嘅。交同大家分享瑪利亞嘅生平事蹟。喺書我會分開兩個部分嚟分享。第一個部分就係有關舊約對瑪利亞嘅預許。第二部分就係有關喺新約裏邊瑪利亞嘅生平事蹟。我而家首先分享第一部分，係舊約嘅預許。好多人都會問，瑪利亞生活喺新約時代，點解教會仲要從舊約當中去尋找佢嘅預象呢？教會相信天主嘅救恩計劃並非喺人類犯罪後先至臨時決定嘅，而喺創世以前已經有咁嘅定義啦，並且喺整個救恩歷史當中，天主係一步步咁樣啟示啦、準備啦同埋推展嘅。因此，舊約當中一啲有關女人啊，同埋有關女人嘅後裔咁樣嘅經文呢，喺教會嘅光照下邊，都被視為預告基督救恩嘅來臨。而瑪利亞亦都喺呢一個救恩計劃當中，逐漸顯露咗佢獨特嗰份嘅使命。咁樣嘅經文，我為大家準備咗有兩篇。首先第一篇創世紀3章14至15節，呢篇經文一般被稱為原始福音，即係話最早喺呢篇經文呢已經宣告咗天主對人嘅救恩福音。我讀第14節先吓。上主天主對蛇說：因你做了這事，你在一切畜生同埋野獸中是可咒罵的。你要用肚子爬行，畢生日日吃土。嗱，喺節經文裏邊呢，蛇係代表咗魔鬼啊。天主話：因你做了這事，做了乜嘢事呢？魔鬼做咗咩事呢？原來魔鬼係引誘厄娃食咗個禁果嘅。嗱，因為蛇係做咗呢件事，所以天主而家係俾佢一個嘅審判。第15節，天主話：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你的後裔和他的後裔之間。他的後裔要踏碎你的頭顱，而你呢要傷害他的腳跟。教會自宗徒時代開始呢，喺新約嘅光照下邊，重新再去讀呢一段咁樣嘅經文，逐漸睇到其中所預示嗰個嘅女人呢，喺圓滿嘅意義上邊
實現咗喺瑪利亞身上喎。而他的後裔，即係呢個女人嘅後裔咧，咪就係耶穌基督咯。基督點樣突破蛇嘅頭顱，即係突破魔鬼嘅勢力呢？原來基督藉住佢自己嘅逾越奧蹟，即係死亡、復活同埋升天。基督就係藉住自己嘅逾越奧蹟，徹底咁樣戰勝咗罪惡、死亡同埋魔鬼。瑪利亞則因着天主特殊嘅恩寵，就以完全嘅信德同埋順服參與咗呢個救恩工程。既然教會喺新約嘅光照下面認出咗創世紀3章15節所預示嗰個嘅女人，喺圓滿意義上原來指向瑪利亞，咁樣喺新約當中，瑪利亞係咪又曾經被稱過為女人嘅呢？原來係嘅，有2次咁樣嘅情況，瑪利亞都俾人稱為女人。第一個情況係喺迦納婚宴嘅裏邊，當主人家嗰啲酒飲晒啦，瑪利亞就對主耶穌話：他們沒有酒了。耶穌回答說：女人，這於我和你有咩關係呢？我的時刻尚未來到。主耶穌稱自己個媽媽為女人喎，呢個稱呼其實就唔係話佢同佢媽媽嘅關係好疏遠啊，或者話耶穌真係冇禮貌啦，咁同媽媽講嘢，唔係，而係具有好深刻嘅救恩意義。教會傳統普遍都認為主耶穌喺呢度咁樣叫媽媽做女人，其實係呼應創世紀3章15節所預示嗰一個嘅女人，指出瑪利亞喺天主救恩計劃當中嗰個嘅身份。迦納婚宴既然係耶穌公開生活嘅開始，亦都係耶穌顯示佢默西亞身份嘅第一個神蹟。從此基督就一步步咁樣走向十字架，完成佢救贖世界嘅使命啦。第二次瑪利亞被稱為女人喺邊一個場合呢？原來喺加爾瓦略山上邊，主耶穌再次稱母親為女人，並且將佢託付俾佢所愛嘅門徒，即係若望啊。教會相信創世紀3章15節所預告嗰個嘅救恩喺基督嘅十字架上邊達到決定性嘅實現，即係話呢個女人嘅後裔點樣踏碎魔鬼嘅舌頭呢？咪就係喺十字架下邊咯。睇咩到啊？呢個決定性嘅實現，基督先至係戰勝罪惡、死亡同埋魔鬼嘅唯一救主。而瑪利亞呢，係以堅定不移嗰個信德，企喺十字架下邊，以天主所賜予俾佢獨特嘅方式嚟到參與同埋協助呢個救恩工程，因此成為咗有信友靈性上嘅母親。因為基督將瑪利亞去交託俾佢嘅門徒若望啊嘛。好啦，呢一篇經文呢，我同大家解釋咗啦。我哋而家落嚟嘅就係喺舊約裏邊有第二篇經文，就係依撒意亞先知書7章14節。喺呢啲書，先知係俾咗我哋一個徵兆。乜嘢徵兆呢？就係貞女要懷孕。除咗頭先創世紀3章15節有提及到女人同她的後裔咁樣嘅應許之外呢，天主又藉住依撒意亞先知進一步去預告救恩嘅來臨嗰個嘅徵兆。
經文咁講，佢話看一位貞女將要懷孕生子，人將稱他的名字為厄瑪奴耳。依撒意亞先知書7章14節。厄瑪奴耳嘅意思係點解啊？意思就係話天主與我們同在 Emmanuel 啊，預示天主將要親自臨在於佢嘅子民當中，完成呢個救恩。去到新約，馬竇福音記載天使向若瑟報告瑪利亞要因聖神懷孕嘅時候呢，天使特別係引用咗呢段經文。天使點講啊？佢話這一切事的發生係要為應驗上主藉住先知所講過嘅說話。馬竇1章22至23節。教會因此相信依撒意亞所預告嗰個嘅所謂嘅徵兆嚇，喺耶穌基督降生當中就得咗圓滿嘅實現啦。而瑪利亞正係天主所揀選嗰一位童貞母親，因此從創世紀所預許嘅女人到依撒意亞所預告嘅貞女，我哋睇見天主嘅救恩計劃正一步步咁樣向前推展。瑪利亞並非偶然出現喺救恩史當中嘅一個人物，而係天主自古以來救恩計劃當中嘅重要一環。佢以自由同埋完全嘅信德嚟到回應天主嘅召叫，使到天主與我們同在。呢個咁樣嘅應許喺耶穌基督身上真正能夠成為歷史啦。我哋分享完有關舊約對瑪利亞嘅預許之後呢，我哋而家開始去分享第二部分啦，就係新約嘅瑪利亞。喺呢一書我包含咗有9個重點，每一個重點呢都係去敘述瑪利亞其中一個嘅生平事蹟。第一個事蹟係天使報喜，故事記述喺路加福音1章26至38節。時間到咯噃，天主派遣天使加比額爾去到加里肋亞嘅納匝肋呢個地方，向已經同約瑟訂咗婚嘅童貞女瑪利亞宣告救恩嘅喜訊。天使向瑪利亞問安就話啦：萬福，充滿聖寵者，上主與你同在。瑪利亞就因呢個問候而驚惶起嚟啦，便喺心裏邊去思量：咦，呢個問候究竟有乜嘢意思呢？天使知道佢驚惶啊，於是乎安慰佢話啦：瑪利亞，不要害怕，因為你在天主前獲得了寵幸。天使又宣告佢將要懷孕生子，要給呢個孩子起名叫耶穌。佢係至高者之子，佢嘅皇權永遠係冇終結。嗱，瑪利亞嘅驚惶不安係可以理解嘅噃，因為佢當時只係一位，當時佢已經係一位同約瑟訂咗婚嘅童貞女。天使所宣告嘅喜訊呢，對佢嚟講呢，同時亦都係一個充滿未知嘅召叫嚟。從人嘅角度嚟睇，呢個召叫可能會使佢面對誤解啊，或者種種嘅困難。然而，天主嘅恩寵並唔表示呢，從此就唔會感到害怕，唔會有掙扎。唔係嘅，天主嘅恩寵只係使人喺恐懼同埋未知當中，仍然能夠信靠佢。瑪利亞隨即就問天使咯噃：這事怎能成呢？因為我不認識男人。嗱，瑪利亞嘅提問呢，唔係因為佢不信，而係以童貞嘅身份去尋求
明白天主將點樣完成呢個奧蹟呢？天使回答佢話啦：聖神要臨於你啊，至高者嘅能力會蔭庇你，因此那要誕生嘅聖者將稱為天主的兒子。嗱，天使咁樣講係表明耶穌嘅降生完全係出於天主嘅能力，即係話天主子會藉住聖神嘅德能，由童貞女取得人性而降生成人。天使又以年老而原本唔生育嘅依撒伯爾懷咗孕呢件事作為記號，佢宣告俾瑪利亞聽，佢話因為在天主面前係沒有不能的事。呢一個記號，即係依撒伯爾臨老仲懷孕啊，呢個咁嘅記號咧，使瑪利亞確信，在人看來不可能的事，不過喺天主嘅全能當中都能咩啊？都能成就啊！瑪利亞呢個時候雖然未完全掌握到個將來係點，不過喺信德當中，佢已經將自己交託俾天主。因此，瑪利亞回答說：看，上主的婢女，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呢啲事都係記錄喺路加福音係1章38節。當瑪利亞以信德去接受天主嘅旨意嘅時候呢，天主聖子藉聖神嘅德能喺佢胎中取了人性啦，聖言成了血肉。瑪利亞不只係救主嘅母親，亦都係天主計劃當中謙遜而且自由嘅合作者。佢以信德同埋服從，完全奉獻自己於天主同埋聖子嘅使命之下。天主嘅恩寵並冇取消咗瑪利亞嘅自由，即係話恩寵咧，瑪利亞就冇自由 say no， 唔係冇取消到瑪利亞嘅自由，反而咧使佢更加能夠自由咁樣完全咁樣回應天主。正如教宗本篤16世所指出，天主喺降生成人嘅奧蹟當中，去尋求瑪利亞嘅同意，而佢嘅 yes， 瑪利亞 say yes 啊，係咪？而佢嘅 yes 係成為救恩歷史展開嗰個嘅重要時刻。喺段分享當中，我有一個嘅反省，想同大家一齊分享嘅就係話，今日天主其實同樣有邀請我哋喺自己嘅生命當中去回應佢。有時候我哋都會好似瑪利亞咁樣，面對無法理解嘅事情，甚至感到害怕、困惑同埋不安。天主係未必會即刻將整件事嘅答案話咗俾我哋聽，不過佢邀請我哋喺我哋有限嘅理解當中學習去信賴佢。瑪利亞嘅生命佢話俾我哋聽，信德唔係睇清咗成條道路先至踏出第一步嘅，而係喺信賴天主當中能夠勇敢咁樣照住佢嘅話踏出下一步。第二點係瑪利亞探訪依撒伯爾呢件事，路加福音1章39至45。喺呢一度我分開有3點。第一點就係瑪利亞嘅回應，佢以信德化為愛德嘅行動。經文就咁講啦，瑪利亞就在那幾日起身，急速往山區去。瑪利亞冇將天主所賜俾佢嘅恩寵停留喺內心嘅感動啊，或者沉思嘅裏邊，
一日諗嚟諗去，天主咁恩寵我啊，天主點點點啊，佢冇將呢個 attention 喺佢自己嘅身上，而係立即前往探望同埋陪伴年老而且懷孕嘅親戚啦嚇，伊撒伯爾。由此可見，真正嘅信德必然會喺生活當中化為具體嘅愛德、關懷同埋服務啊！瑪利亞嘅急速佢急速去啊嘛，急速往山區。瑪利亞呢個嘅急速顯示咩呢？佢喺領受天主嘅恩寵之後，係立即以愛德作出回應，將天主嘅事擠喺第一位。佢冇讓到未知啊、困難啊嚟到阻礙佢自己，而係讓天主嘅召叫推動佢走近嗰啲有需要嘅人。好，喺瑪利亞探訪伊撒伯爾呢一個主題裏邊嘅第二點啦，就係真正嘅有福，就係相信天主的話必要成就。瑪利亞進入到去匝加利亞嘅屋企嘅時候，伊撒伯爾問伊撒伯爾瑪利亞嘅問候，胎兒就喺個腹中跳躍歡躍，佢亦都充滿咗聖神。即係伊撒伯爾充滿聖神，高聲宣告，佢話咩呢？佢話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兒也蒙祝福的。吾主的母親駕臨在我這裏，這是我從哪裏得來的呢？看，你的問候一入我耳，胎兒就在我腹中歡喜踴躍。那信了由上主傳於他的話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呢個路加1章42至45。呢段話揭示咗瑪利亞有福嗰個嘅根本原因。佢唔係蒙受特別嘅恩寵，而係即係唔單止佢唔單止係有恩寵，更相信天主的話，並以信德接受天主嘅召叫。呢個就係瑪利亞有福嗰個根本原因。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指出，佢話天使所講嘅充滿恩寵，同伊撒伯爾所宣告嘅有福，都係指向瑪利亞對天主恩寵嘅信德嘅回應啊！瑪利亞嘅生命因此就成為我哋嘅榜樣啦。真正嘅信係以服從同行動嚟到回應天主，使天主嘅說話喺我哋嘅生命當中能夠結出果實。係啦，好啦，去到第三點嘞噃，就係瑪利亞將基督帶俾其他人。瑪利亞懷住基督嚟到伊撒伯爾屋企，因住基督嘅臨在呢，約翰喺母胎當中呢係歡躍，伊撒伯爾又充滿咗聖神。頭先講咗啦，認出瑪利亞係邊個？係吾主的母親。咁係顯示瑪利亞嘅福傳唔係靠自己嘅能力，而係將基督帶到人群當中，使人認出基督嘅奧蹟，即係聖神嘅恩寵。因此，瑪利亞成為喺基督降生之前，以獨特嘅方式將基督帶俾其他人嘅第一位福傳者，亦都成為教會福傳嘅典範啦。佢所帶嚟俾人嘅唔係佢自己，而係佢腹中，即係佢胎中嘅主耶穌。佢嘅使命唔係吸引人停留喺佢身上。你睇下，我係救主嘅母親啊！你睇下佢冇，而係佢使人因住佢而認出、歡迎同埋接近基督。喺呢一處，我哋作一個反省，就係話，今日我哋雖然唔似瑪利亞咁樣喺肉身當中懷有天主子，冇可能啦，係咪？不過我哋卻能喺信德當中領受聖體聖事啊！
與真實臨在於聖體當中嘅基督共融喎。我哋領受咗基督之後，我哋都蒙召去效法聖母，將基督嘅愛、喜樂同埋慈悲帶俾身邊嘅人，使佢哋都有機會認識基督、接近基督。瑪利亞提醒我哋，天主嘅恩寵從來唔係只為咗停留喺個人嘅內心，而係要透過我哋嘅生命流向他人。當我哋願意好似瑪利亞一樣咁起身前行同埋服務嘅時候，基督就能夠藉住我哋嘅說話啦、行動啦同埋臨在啦，去給予其他人安慰同埋希望。跟住落嚟，我同大家分享嘅就係瑪利亞第3個生平事蹟，就係瑪利亞嘅讚主曲，路加1章46至56節。瑪利亞嘅讚主曲係一首充滿舊約色彩嘅讚美詩，詩當中顯示到佢係點樣以信德去理解自己所經歷嘅一切。佢並且將自己蒙受揀選嘅經歷放喺天主整個救恩計劃當中嚟到去理解添。因此呢個讚主曲唔只係瑪利亞嘅個人感恩之歌，而係佢對天主信實、慈悲同埋公義嘅宣告。佢更加顯示到天主點樣喺歷史當中實現咗佢對子民嘅應許。教會亦都喺讚主曲當中見到瑪利亞深厚嘅信德，以及天主對謙卑同埋貧窮人嘅特別眷顧。以下我同大家準備嘅就係我睇到瑪利亞喺讚主曲當中所彰顯出嚟嘅幾個信仰重點。第一個重點就係真正嘅讚美係高舉天主，而唔係自己。瑪利亞嘅讚歌係以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的救主咁嚟開始。瑪利亞雖然蒙受咗極大嘅恩寵，成為救主耶穌嘅母親，不過佢係冇將焦點放喺自己身上，而係將一切榮耀歸於天主。佢稱天主為我的救主，咁即係承認自己嘅一切恩寵係來自天主，並完全依靠天主嘅救恩。因此，我哋將目光從自己身上轉向天主咁嘅時候恩寵就唔再成為自我誇耀嘅理由，而係成為讚美天主嘅原因。好，跟住落嚟係另外一個信仰重點我哋能夠喺呢一篇讚主曲裏面睇到嘅，就係天主垂顧謙卑嘅人，施恩俾信靠佢嘅人。瑪利亞話，因為他垂顧了他婢女的卑微。因為佢知道自己蒙揀選唔係因為自己嘅地位或者功勞，而係因為天主嘅恩寵。因此佢以婢女嚟自稱，謙卑咁樣接受天主嘅安排。佢嘅謙卑並唔係否定自己，係承認自己係受造物啫，並且相信天主能喺佢身上完成佢嘅旨意。所以佢冇因自己嘅渺小而退縮，反而係以信德嚟到去回應天主嘅召叫。跟住落嚟嘅信仰重點，我想同大家講嘅係天主嘅國度顛覆咗世俗嘅價值。瑪利亞宣告，天主以手臂施展了大能，並且驅散那些心高氣傲的人，又高舉卑微弱小嘅人，使飢餓者飽享美食，卻使富有者空手而去。呢個唔係鼓勵人仇視富有嘅或者仇視有權勢嘅人，唔係，而係指出天主嘅價值觀同世界嘅唔同。天主反對嘅唔係財富本身，而係驕傲自恃以及將
權勢同埋財富置於天主之上嘅嗰份態度。真正嘅尊榮唔喺人嘅地位同埋擁有多少，而係在於係咪敬畏天主，信靠佢，並以愛心對待弱小同埋貧窮嘅人。讚主谷亦都提醒基督徒對天主嘅信仰唔能夠同關懷貧窮者嚟到去分開。天主係拯救人嘅主，亦都係眷顧謙卑同埋弱小嗰啲人嘅天主嚟嘅。再落嚟，我哋又睇呢個讚主曲當中嘅信仰重點，就係天主信守盟約同埋應許，從亞巴郎直到永遠。嗱，瑪利亞最後係將自己嘅經驗放返喺天主整個救恩歷史當中。瑪利亞話：他扶助了他的僕人以色列，因念及他的仁慈，正如他向我們的祖先所說過的，施恩於亞巴郎和他的後裔，直到永遠。嗱，喺呢度讓我哋明白，瑪利亞係知道天主嘅降生唔係一件孤立嘅事件，而係天主救恩計劃嘅實現嚟嘅。因為天主記得自己嘅仁慈，並信實咁樣履行佢向亞巴郎同埋以色列子民所作出嘅應許。默西亞嘅來臨正正顯示天主冇忘記佢嘅子民。從亞巴郎直到今日，天主始終信實，佢所應許嘅呢，都會按照佢嘅智慧同埋時間嚟到完成嘅。咁喺呢個讚主曲，我哋有啲咩可以反省得到呢？第一點，我哋可以學習瑪利亞將目光從自己轉向天主。瑪利亞嘅靈魂頌揚上主，因為佢嘅心係完全轉向於天主。瑪利亞教導我哋嘅就係真正嘅讚美，唔單止係感謝天主所賜俾我哋嘅恩寵，亦都係承認天主本身係配受一切嘅光榮。咁樣，我哋有冇願意花時間去認識天主嘅榮美嘅生命質素呢？並且單純咁樣讚美佢。第二點，我哋可以學習到嘅就係聖母瑪利亞謙卑咁樣信靠同埋接受天主。嗱，瑪利亞唔因為自己嘅渺小而退縮，佢反而係將自己交託俾天主，係嘛？有啲人就哎呀，我唔得嘅，我好水皮嘅，咁唔好揾我啦咁。但係瑪利亞佢嗰份嘅謙卑咧，佢係睇到自己嘅渺小，但係佢係反而將自己嘅渺小交託俾天主。我哋有時亦都會因為覺得自己唔夠好啊，冇能力啊，甚至唔配俾天主使用，因而退縮同埋否定自己。瑪利亞提醒我哋，天主完全唔係等待一個完美嘅人呢，佢先開始工作嘅，而係尋找一顆願意信靠佢，將自己交俾佢嘅一顆心。跟住落嚟，我哋睇到可以反省嘅地方就係學習瑪利亞喺睇唔見答案嘅時候，仍然相信天主。嗱，呢個唔容易噶，不過我哋都求聖母去幫助我哋吓。嗱，聖母瑪利亞讚美天主嘅時候咧，並唔因為佢已經睇見所有事情嘅結局，佢當時仍然係面對好多未知同埋困難，但佢相信天主既然開始咗工作，就必定信實咁樣帶領走下去。我哋嘅生命亦都有好多還沒有答案嘅時刻。瑪利亞教導我哋唔好只根據眼前嘅環境嚟到去判斷天主是否與我們同在，而係要相信，即使而家睇唔明白，天主仍然喺度工作。即使道路唔係我哋所預期嘅，天主仍然信實。最後一點想同大家睇嘅
反省部分嚇，就係學習聖母瑪利亞，讓恩寵透過自己而流向別人。瑪利亞領受咗天主嘅恩寵，就成為將基督帶俾世界嘅人。我哋今日所領受嘅恩寵，係咪都能夠透過我哋嘅生命成為別人嘅祝福呢？我哋分享聖母生平嘅第4個事蹟，就係主耶穌誕生喺白冷，路加福音2章1至7節。呢段經文係記載救主耶穌進入人間嘅方式。從人嘅眼光嚟睇，確實充滿咗好大嘅落差。因為一般人期待君王係受尊崇噶嘛，不過我哋見到嘅佢喺馬槽。一般人以為重要嘅降生必有接待同安置噶嘛，不過因為客棧冇地方，只能夠喺牲口餵食嘅地方被安放。福音卻喺呢啲好矛盾當中顯示一個道理，就係話天主拯救嘅道路往往超越世人嘅判斷，並且透過貧乏同埋卑微，讓救恩嘅奧蹟發光。喺呢處我哋睇到有一點嘅就係話，天主藉住歷史成就佢嘅應許。由於凱撒奧古斯都頒布戶籍登記呢個命令呢，若瑟同瑪利亞不得不從納匝肋前往白冷。從個人嘅眼光嚟睇呢，呢個只係羅馬帝國嘅政治措施。不過天主卻藉呢件事實踐咗默西亞係要出生於白冷呢個嘅預言，記載喺舊約米該亞先知書嘅5章1節。由此可見，即使世上嘅政權睇起上嚟似乎係能夠掌控歷史，但係真正掌管歷史嘅係邊個？係天主。佢能夠運用人嘅決策嚟到完成自己嗰個嘅救恩計劃。第二點，我哋可以喺呢一個事蹟裏面睇到嘅就係話，瑪利亞喺困惑當中仍然順服天主。嗱，對瑪利亞嚟講，呢一次嘅生產呢，好可能超乎佢原來嘅想象嘅。因為佢從天使領報嘅時候已經知道自己嘅孩子係邊個，係至高者嘅兒子，係要承受達味皇位嘅默西亞。不過當孩子真係出世嘅時候，冇舒適嘅居所，亦都冇人嘅歡迎，只有一個好簡陋嘅馬槽。我哋可以想象瑪利亞心中或者會感到驚訝，甚至唔明白。就係唔明白天主所應許嘅默西亞點解竟然誕生喺如此卑微嘅地方呢？但係聖經嘅經文冇記載聖母埋怨啦、質疑啦或者失望，只係記載佢默默將孩子包喺襁褓嘅裏邊，放喺馬槽當中。咁正正就係反映出聖母成熟嘅信德，即使眼前嘅環境同天主嘅應許睇起上嚟並不一致，但係佢仍然相信天主正在成就緊佢嘅計劃。喺呢度我哋可以反省到乜嘢嘢呢？瑪利亞提醒我哋，天主嘅工作未必按照我哋所期待嘅方式嚟到去成就嘅。當眼前嘅環境同自己嘅想象甚至乎同天主嘅應許睇起上嚟唔一致嘅時候，我哋好容易會困惑、失望，甚至懷疑天主。但瑪利亞選擇將一切默存，反覆思量，繼續信靠天主，願意繼續順服佢嘅安排。好，我哋而家分享聖母生平嘅第5個事蹟，就係瑪利亞和若瑟奉獻主耶穌於聖殿，路加2章21至35節。喺啲書第一點，我同大家分享嘅就係
瑪利亞順服天主嘅旨意，因為經文一開始就話啦，按照梅瑟法律，他們便帶耶穌上耶路撒冷獻給上主。瑪利亞冇因為耶穌係天主子，於是乎就免除遵行法律嗰個嘅要求，反而謙卑咁樣按照梅瑟法律嚟去完成取潔啦、呈獻啦同埋奉獻嘅禮儀。佢嘅父母即係瑪利亞同若瑟啊，喺平凡生活當中去實踐信仰，顯示真正嘅順服，唔係追求特殊嘅待遇，而係喺日常生活當中終身咁樣去遵行天主嘅旨意。我好鍾意呢一句説話，就係真正嘅順服唔係追求特殊待遇啊。另外一點我哋睇到嘅就係佢哋願意將最珍貴嘅奉獻俾天主。按照梅瑟嘅法律，瑪利亞同若瑟將耶穌奉獻俾上主，咁唔係履行法律咁簡單，而係更加表達佢哋承認孩子首先係屬於天主，而唔係屬於自己。瑪利亞樂意將天主所賜最寶貴嘅恩典再次奉獻返俾天主，延續咗佢喺天使報喜時所講嘅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另外一點我哋睇到嘅就係瑪利亞喺不明白當中仍然相信。西默盎祝福咗之後，就向瑪利亞預言啦。佢話：這孩子已被立定，為使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和復起。至於你，要有一把利劍刺透你的心靈。呢啲説話並唔係喜訊喎，而係預告未來嘅痛苦。天主嘅道路有時經過黑暗，並喺當中先至逐步顯出佢嘅成全。經文冇記載瑪利亞質問啊或者反抗，相反喺整段經文當中，瑪利亞冇講過一句説話，只係好安靜咁樣陪伴主耶穌，讓天主嘅計劃一步步實現。呢份嘅沉默唔係被動，而係一種內在嘅默存同埋默觀，使天主嘅話喺心中逐步咁展開，逐步咁樣形成，直到天主使整件事清晰。當中我哋可以反省到啲乜嘢呢？瑪利亞提醒我哋，信德唔止係接受天主所賜嘅恩典，亦都包括願意將最珍貴嘅交還俾佢。有時天主俾我哋嘅嘢，我哋好開心，好開心讚美佢。但係當天主需要我哋去交還俾佢嘅時候，我哋會唔會發憤怒呢？埋怨呢？甚至乎我哋會嬲天主。瑪利亞更加喺唔明白甚至面對痛苦嘅時候，仍然相信天主嘅計劃。我哋係咪願意好似瑪利亞咁樣喺日常生活當中忠於天主，喺唔明白嘅時候耐心等待，喺困難當中仍然將自己同所珍愛嘅一切交託俾佢呢？好，而家落嚟嘅我哋係睇聖母生平嘅第6個事蹟，就係聖家逃往埃及。馬竇福音2章1至23節。喺呢個故事裏邊，我哋第一點睇到嘅就係聖母完全信賴天主嘅帶領，甘願接受流亡同埋犧牲。天使喺夢當中吩咐若瑟咁講，佢話：起來，帶着孩子和他的母親逃往埃及。經文冇記載瑪利亞提出任何嘅疑問或者表示抗拒，只見到佢默默信賴若瑟所領受嘅天主旨意，願意立即離開熟悉嘅家園，踏上一條未知嘅道路。逃往埃及並非係一次短暫嘅旅行，而係接受逃亡同埋寄居異地嘅生活。
佢要離開自己嘅民族、文化同埋家園，喺陌生嘅地方生活，面對充滿不確定同埋艱難。然而瑪利亞冇因為環境嘅改變而退縮，反而甘願為保護耶穌、成全天主嘅計劃而接受一切嘅犧牲。喺當中我哋可以反省到，瑪利亞讓我哋明白，真正嘅奉獻唔只係奉獻某一啲東西，而係願意將自己完全交託俾天主，喺任何境況當中都忠於天主所託付嘅使命。唔單止係咁，我哋仲可以睇到另外一點，就係順服天主嘅時間同埋安排。後來天使再次向若瑟顯現，吩咐佢哋返去以色列。及後因為阿甲魯執政，又奉命退返去加里肋亞嘅納匝肋。聖家冇按照自己嘅計劃嚟行事，而係不斷順從天主，一步一步咁帶領。瑪利亞願意耐心等待天主嘅時間，佢係唔急於掌握自己嘅未來，而係喺每一個轉折當中，忠信咁樣跟隨天主嘅安排。聖母教導我哋，真正嘅信德唔只係相信天主嗰個嘅能力，更加係願意耐心等候佢嘅時間。我話俾大家聽，等候係一個好難嘅功課。特別自己喺困難或者疑惑嘅當中嚟到去等候咧，呢個根本的確係一個好難學嘅信仰功課。不過我哋從瑪利亞嘅生命，我哋的確係睇到佢係做得到咯。好啦，我哋有咩反省呢？就係話馬竇福音2章所記述嘅聖家逃往埃及，唔僅僅係一段逃亡嘅歷史，唔係淨係歷史咁簡單，而係一段信德嘅旅程。經文冇記載瑪利亞喺呢段事件當中講任何嘅說話，不過讓我哋睇到佢喺流亡當中嘅信賴，喺等待當中嘅順服，同埋喺逆境當中仍然話有希望，一步步跟隨天主嘅帶領。其實我哋分享到呢度都睇到咧，聖母喺好多嘅事蹟當中咧，唔係講好多嘢。比着我自己咧，一個急躁嘅性格咧，就會每遇到一件咁樣嘅事嘅時候咧，一定好多嘢講。我哋睇到聖母嗰個質素係好特別，時時都係沉默，時時都冇懷疑，好順服咁樣跟住天主嘅安排咁樣走。呢份係一個好特別嘅生命質素。我哋就嚟到聖母生平嘅第7個事蹟，就係主耶穌初行奇蹟。若望2章1至11節，喺當中嘅第一點，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就話聖母引領人呢走向基督。嗱，除咗前文我哋討論過女人呢一個詞嘅象徵意義之外呢，而家呢一段經文呢，呢段故事呢，仲有一句極具意義嘅說話，就係聖母講，佢話他無論吩咐你們什麼，你們就作什麼。呢句係瑪利亞喺若望福音當中最後一次發言，而佢嘅發言係引導僕人完全跟隨基督，信賴並遵行佢嘅說話。因此喺屬靈生命當中咧，真正嘅聖母敬禮係必然引領信徒更完全咁樣服從基督，並實踐佢嘅旨意。即係話，如果我哋真正敬禮聖母，係離唔開更加嘅去服從基督，同埋實踐佢嘅說話、佢嘅教導同埋旨意，係嘛？因為我哋皆同聖母，然之點啊？步向基督啊嘛，係
咪？所以整個聖母嘅生活係指領人去朝拜呢個天主，朝拜基督。第二點我哋睇到嘅就係最好嘅酒留到最後喎，咩意思呢？原來救恩係超越人嘅期待。筵席嘅總管話啦：你卻把好嘅酒保留到現在咁。呢句説話唔只係讚賞酒嗰個嘅品質，從救恩史嘅角度嚟睇，亦都具有深刻嘅象徵意義。喺天主嘅救恩計劃當中，佢所賜嘅恩典並非由盛而衰，而係喺基督裏邊不斷咁邁向圓滿。舊約真實而神聖嘅啟示喺基督裏邊獲得咗圓滿啦。天主嘅法律亦都喺基督裏邊達到成全。天主藉住基督完成咗救恩嘅工程，將最美好嘅恩典賜俾世人。瑪利亞察覺婚宴缺酒，於是乎就將呢個需要話俾耶穌聽，並引導僕人完全遵行佢嘅吩咐。佢係以謙卑而且忠信嘅方式，成為基督顯示光榮開始救恩工作嗰個嘅協助者。但係佢嘅協助始終係從屬於基督，並將人引向基督。喺呢度我哋可以反省得到，瑪利亞對僕人話：他無論吩咐你們什麼，你們就作什麼。呢句說話同樣係俾我哋嘅邀請嚟。天主嘅恩寵往往超越我哋嘅期待，即使我哋而家睇唔見最好嘅酒，但仍然要相信天主正在喺度工作緊，並喺適當嘅時候會帶領我哋走向更圓滿嘅生命。我哋係咪願意喺順境或者逆境當中，都具體咁樣喺生活當中去聽從天主嘅說話呢？我哋嚟到聖母生平嘅第8個事蹟，就係十字架下邊嘅瑪利亞。若望19章嘅25至到27節，喺呢個片段裏邊，我哋睇到第一點就係佢對基督忠貞嘅愛。喺耶穌受難嘅極大痛苦當中，瑪利亞始終留喺十字架旁邊，忠信到底。佢唔因為苦難而退縮。經文冇記載到佢喺呢個時刻講啲乜嘢嘢，而係以沉默嘅臨在同埋陪伴，見證對基督堅定不移嘅信德、望德同埋愛德。第二點我哋睇到嘅就係聖母接受新使命，佢作信徒嘅屬靈母親。耶穌喺十字架上邊明確咁對瑪利亞話：佢話女人，看你的兒子。然後又對嗰個門徒說：看你的母親。就從那時起，那門徒就把她接到自己家裏。若望福音19章嘅27節。嗱，當耶穌將所愛嘅門徒交託俾瑪利亞嘅時候，瑪利亞以信德接受基督喺十字架上邊所交付嘅新嘅屬靈關係同埋母職，即係母親嘅職責。於是乎就以母愛接納咗門徒，並成為信徒嘅屬靈母親，繼續以母性嘅關懷照顧基督嘅肢體。就教會啦，當然嚇。喺呢度我哋可以反省得到，瑪利亞喺十字架下邊嘅忠貞提醒咗我哋，真正嘅愛唔係只係喺順境中陪伴，而喺痛苦同埋睇唔見希望嘅時候，仍然選擇留低，信靠佢。所以當我哋面對生命當中十字架嘅時候，係唔係都願意好似瑪利亞咁樣，不逃避、不放棄，忠於基督到底呢？
最後一點啊，第9點就係聖母生平嘅第9個事蹟。呢個記載喺宗徒大事錄1章嘅第9節啦，12到14節。喺呢個片段裏邊，我哋第一點睇到嘅就係恆心祈禱與教會同行。主耶穌升天咗之後咧，瑪利亞同宗徒及其他嘅門徒同心合意咁樣專務祈禱，一齊等候聖神嘅降臨。瑪利亞嘅臨在提醒我哋，信仰唔係獨自走嘅一條道路，而係喺教會裏邊彼此陪伴，共同祈禱，並喺等待當中信靠天主。教會喺祈禱當中準備自己嚟到領受聖神，亦都喺聖神嘅帶領下承擔宣講福音嘅使命。第二點我哋睇到嘅就係教會之母仍以母職去扶持信友。聖母作為基督奧體嘅母親，教會尊崇佢為教會之母。而喺天上邊，佢嘅母職仍然以母愛同埋轉求咧嚟去扶持我哋，使信徒更慷慨咁樣跟隨基督，並履行福音宣講嘅使命。聖母以母親嘅關懷嚟到照顧基督嘅肢體，成為教會喺信德旅程當中嘅希望同埋安慰。瑪利亞嘅母性使命始終從屬於基督，並引導信友更親近基督。佢唔係取代聖神 ，no， 而係與教會一齊喺祈禱當中等候來自天主嘅力量同埋引導。喺呢度我哋可以反省得到，就係瑪利亞喺耶穌升天之後係冇離開過教會，而係同宗徒一齊祈禱等候聖神。佢提醒我哋，信仰唔係獨自走嘅道路，而喺教會裏邊彼此陪伴，一起祈禱，並且喺等待當中去信靠天主。即使我哋尚未見到清晰嘅答案，亦都要相信聖神正在工作，並按照緊天主嘅時間引領我哋走上佢所指引嘅道路。我今日嘅分享係去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我仲想講嘅咧就係，其實我每次嘅分享咧都附加翻我嘅文字版嘅，變咗大家去睇翻我嘅文字版嘅時候咧，大家就會知道我所講嘅啲說話咧係出自聖經邊章邊節。你哋撳入去裏邊嘅時候咧，即係嗰個聲底裏邊咧，你哋就會睇到有個 link 嘅。咁你哋撳個 link 咧，你哋就會睇到個文字版。如果大家好想知道個文字版而揾唔到嘅咧，你可以話俾我聽，咁我會去分別嘅寄俾大家咯。